條路也是阮安定區民最大所期待，因為自這條變道跨過這個國道8吼，影響遊覽車要左轉或行橋，所以這條這個嘅費用就讓到阮鄉民出入甲南區就個交通會當順利安尼，無早起南區要上班，而且塞車塞到要先經這個交隊啊，所以這個交通的品質哦，有做這個高速公路的跨小軌哦，感覺交通安全的真較順利安尼。確實，台灣唯一一個有紅綠燈的國道就在我們台南。這個紅綠燈其實過去如果在車不多的時候是不會造成太大的困擾，但是車行的速度會影響以外，還有一些交通的事故也讓我們很擔心。那現在我們看到南科蓬勃的發展，我們安定，還有這個安南，還有善化的這一線，其實現在的交通流量非常的大，所以我們就急着要趕快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幾年其實交通部會很努力來建設我們的台南的交通，因為未來我們的科技業的發展，台南就是南台灣的最重要的一個地方。所以剛剛所提到的4橫3縱，最中央的這個中間樞紐點就是國道8號。國道8號，如果我們可以讓它通暢的話，速度可以行車效率更高的話，對於我們整體4橫3縱未來整體的交通運輸的效率也會有很顯著的幫助。我們配合國道8號南133線的立體化工程，我們必須要配合133線的一個到港口相關道路的一個拓寬。道路我們會拓寬從10米拓寬到20米，然後它的長度是300公尺，然後總經費大概是7700萬。最主要是因為高速公路立體化的時候，它下交流道也要往港口方向跟往南科方向的時候，轉彎的時候要把這條道路做拓寬之後，車流才不會擁塞到相關的一個瓶頸，然後能夠順暢能夠直接轉往南134線的一個進入南科科學園區。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開闢的時候跟南133線的時候有一個交叉口，那造成交通非常大的一個混亂哈。那非常感謝中央跟地方合作中央補助地方總共花了35億的經費來把這個國道8的這個高架化哈，能夠通過那個交流道，能夠讓國道8的交通更順暢，讓南133線的交通也更順利，不要造成地方跟用路人的困擾。大家好，我是楊淑懷，歡迎收看11月17禮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第61線西濱快速公路目前上南通車到7股4分交流道，往南的曾文溪橋段正佇咧施工當中。上午市政總質詢議員周麗珍關心第61線向南延伸的進度，並要求市府應該愛甲安平甲南區的車流量納入綜合規劃報告當中。財劃法吵得真的沸沸揚揚，到底我們台南市能拿到多少，到現在都不知道。議員周麗珍表示，雖然市長黃偉哲的任期只剩1檔外，在無連任的壓力下，應該將專力放在建設的方面。其中西濱快速道路第61線向南延伸，目前曾文溪大橋嘛已經正式來動工。周麗珍除了關心整個向南延伸的進度，同時嘛希望在第86甲第17線的所在會用來交接，以疏解當地的車流量。從曾文溪大橋往後南延，大概會有設置，大概原則上可能會有4個交流道。第一個就是從台江大道，再就市草。那在市草的附近可能會預留一個市草的一個服務區。然後再來往呢，就一個清水路的一個交流道，再來就是會接台86的一個交流道。目前現階段的規劃大概是一個可行性研究，大概的目前的方向是這樣子。那等到要綜合規劃的時候，再有一個更細緻的一個出來。但是因為現階段已經把可研已經送到行政院，那行政院在10月底大概有做一個相關的一個審查，但是結論還沒有出來。因為到最後，我們台南的部分應該會在台86線跟我們台
17線的交接，好那邊，因為那邊那個交接哈。就是洗漱灣里的方向，另外一邊是往仁德方向，所以交流節點真的是非常重要，車流量也非常的多。除了關心地方的交通建設，另外在喜秋灣里的市地重要部分，議員表示，當地開發以後，一當地落雨就來積水，對此工務局長嘛回應。原因可能出佇個區內，甲個區外排水很接，未來該所在還有道路要來闢建，因此會將區內甲區外排水來做連通，避免區內積水的狀況。台南新聞林英根、楊順懷採訪報道。今年因為年假真濟民眾寧願選擇出國旅遊，嘛無想要佇咧台灣國內旅遊，造成觀光列車達到805萬人次。因此，議員羅坤虎上個透過市政總質詢，建議市府應該要延長高級的夜間營運，希望創造旅客留佇咧台南的旅遊商機。台南市除了高級景點，還佫有真濟美食小食。市府嘛無定期來舉辦活動，希望吸引外縣市的遊客來台南佚佗。不過，議員羅坤虎卻認為，市府辦活動只是曇花一現，無法度來持續。尤其真濟旅客攏是歷史來觀光，無法度留佇個台南來過暝，因此建議市府高級應該延長夜間的營運，創造旅客留佇個台南大的商機。你看咱安平古堡400棟的那個建築物啊，如果你那個加一寡燈光啊，嘛免開足濟啊，你個請人去收門票啊，那你知道嗎？那延伸下來的就是一般的像你台講遊客會多為着要來這看這個晚上的那個夜景。伊會帶一萬，帶一萬個加消費幾頓，你敢知？對，而且你講的講吼，夜間咱即馬台南你也知講熱天較熱。對啊，夜間的時陣較涼爽吼，大家無。對，這就是大家足濟人認為講，包括在做生意的，你到4點外5點外，我講一個實在，遊客交錢的時陣要關門啊。遊客個攏要離開啊嘛。到6點外吼，阮的古堡街個無人啊，局長安尼你感覺安啦？要演繹嘛吼。另外，在觀光地點的公共廁所方面，議員認為雖然安平公在一設有性別友善的廁所，不過對着外國的遊客卻時常分不清楚，因為無男女的標示，造成遊客未放心。對此，工務局嘛回應，會擱再來研議。台南新聞林根、楊順懷採訪報道。市府經發局17號舉辦114年度 SBIR 中小企業服務團聯合成果展，組織營地創新育成基地進駐團隊、中小企業服務團廠商、地方性 SBIR 自有企業，展示輔導成果以及效益，促進無同產業經驗分享甲交流合作。為協助青年創業，新創團隊中小企業主突破創業甲經營挑戰，市府整合用資信保、創業空間、技術輔導、資源媒合甲研究補助等這項資源，提供一條龍的輔導服務。17日在營地創新育成基地辦理成果發表，市府副秘書長殷世熙表示，進駐在這個地方有一個團隊來輔導我們，包括剛才所提到的法律的諮詢，還有我的資源從哪裡找。甚至青年貸款，我都可以幫他協助；政府的 SBIR 的協助，也可以請他們來協助。當然還有中小企業服務團，中小企業服務團背後有一套專家學者，也可以幫我們寫計劃書去申請經費。所以只要來這個基地，一切都把它包辦起來，安尼有好不？一切攏安怎攏不拉不大一條股。成果發表會現場，參與計劃企業嘛再來一創新服務設計，和企業之間互相交流，創造更多合作機會。
結合我們的感測技術的一個技術，加上這個晶輝的一個矽膠的一個結合，所以透過傳統的這種力壓呢，可以知道說，這個高齡者他在這個握力方面的一個呈現有沒有一個良好的一個狀態，那也提供他一個後續持續追蹤的一個很不錯的一個方案。我們結合了我們傳統在地的一個技術，那以及未來 AI 的一個應用，我們希望打造一個更健康的一個社會。中嘉寬頻雙子星覺得說，那我們應該要幫我们的这些老年人呢，創造一個不一樣的收視的感覺，所以呢，我們就研發了360度的環景影片拍攝。那我們把這個環景影片拍攝的內容呢，把它放到數位機上盒來，那讓老人家很簡單，他透過遙控器的上下左右鍵就可以去看到我們台南市20個觀光景點美麗的這些影像。那另外呢，透過我們數位機上盒的這些數字鍵也非常的簡單，或者是一些這個顏色鍵，很簡單就可以去讓他們跟我們的影片裡面做互動。這一次也非常的感謝我們的經發局跟我們的 SBIR 專案辦公室，可以支持雙子星這一次的計劃，讓我們獲選 SBIR 的機油廠商。經發局表示，台南市地方型 SBIR 計劃自18年起至今已經補助1000多案，投入超過780萬的補助經費，創造超過113億的產值，增加超過4000個就業機會。台南市中小企業服務團自18年起已經完成企業關懷訪視輔導2800多案，協助中小企業計劃書撰寫，得到政府補助經費6億4000多萬。營地自1809年起已經累計辦理300多場創業培訓課程，提供260次創業顧問的專案輔導，累計創造將近1億2000多萬的地方經濟效益，逐步帶動企業升級轉型。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雲林北港朝天宮烏面山媽佇咧相隔109冬了後，宣告咧南下府城繞境。立委陳廷輝佇咧安南區的路地門神寶廟發表飛飛祈福打詐預售，佇每一天北港媽繞境活動最後的主要地點來限量發送。源自清領時期的南島巡禮是府城商業活動，人群勞動甲信用需求歷史中景。當時府城僑商會邀請北港媽入城，祈求商旅平順，買賣興旺。所以巡禮向路不只是信仰的交流，更是台南島甲北港島合作重要交陪。這次北港朝天宮烏面山媽佇暌違109年後再度南下，立委陳廷輝趁着這次的盛事，特別推出祈福打詐預售，希望向媽祖祈願，讓市民以及所有信眾攏會當遠離詐騙。109年咱的烏面山媽還閣再一次來到咱台南的雲景。在這個雲景當中，咱一定要有一寡歡迎，而且會當順着咱即馬全國攏在討論的一個議題，就是打詐的議題。所以菲菲姐姐打詐也有巧思，我們要歡迎咱的烏面山媽來到咱的台南，嘛是愛有巧思吼。所以呢，我們得用到這個打詐預售，菲菲媽祖的打詐預售 Q 版的哦 ，Q 版的，而且呢，不是只有這個預售，這個預售你可以打開放香火、放香火，但是呢，你裡面還有一張最特別的、最特別的，大家看哦，菲菲籤，這裡面有6個提醒，6個提醒，第一個提醒就是愛會記你165防詐詐騙專線，防詐專線，然後不聽不信不轉賬，你賣黑白聽，賣黑白信，賣黑白轉小吼，閣愛這個3要防詐3要，愛存疑，要查證，要聯繫，而且賴的連結不能隨便亂點，甚至是電話訊息要查證，還有呢就是網絡陷阱。要避開打詐預售發表首日，陳廷輝也在現場發送給教廟來參拜民眾，透過文創簽詩，提醒民眾反詐意識。這個菲菲籤呢，我覺得很棒哎，就是它有6大提醒，然後讓我們大家都記住，就是可以反詐16，可以打165。啊，我覺得這個還蠻棒的。很多網絡上面有很多那個拐騙的，也是。反正很多啦，要叫人轉賬的啊，你點進去就會說，那對方我們就要付錢啊，這樣子。你覺得有這個香包來做提醒，有沒有什麼幫助？這樣？有，應該是可能會解決性會比較高。
陳廷輝強調，守護市民財產安全是政府的責任。而這次特別設計打詐預售，作為迎接北港馬南村的專屬文創小物，希望透過信用甲教育結合，提醒全民提高防詐意識，共同打造更加安全的生活環境。今日是民調秀維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六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邦交國聖克里斯多福以及尼維斯聯邦總理德魯甲夫人普林斯率團來到台南訪問，同時見證聖克里斯多福駐台大使范東亞代表巴士底市甲恩威體市長簽署姊妹市協定。在市長恩威體甲副市長葉鐵山等這位市府局處長熱烈的歡迎。邦交國家聖克里斯多福，甲着尼維斯的聯邦總理德魯，甲着伊的夫人普林斯來台訪問，嘛特別拜會了台南市。市長表示，針對訪問團的拜會，讓台南市備受影響，尤其台南古都會用甲着客國的首都巴士底市內底的姊妹市，嘛未來兩市會用增添更較濟交流，深化友誼。我想，非常感謝德魯總理在許多國際場合一直為作為台灣最好的朋友，一直能夠替台灣發聲，跟台灣一直強烈的支持台灣。我要代表我們台南市所有的市民朋友們，感謝德魯總理以及各位貴賓，也非常感謝范東亞大使能夠提議讓台南市跟巴士底市能夠締結姐妹市。我們知道巴士底市也是聖克里斯多福的一個第一個城市，也是首都。那我想，在這個締約的儀式之後，我們除了兩國之間，我們兩個城市之間也是最好的朋友，也希望能夠深化彼此的友誼，能夠加強彼此的交流。就這樣子，我們過去客國以及台灣在過去的20年，其實已經達到非常多的目標了。我們共同攜手做了非常多事情，所以無論是跟台南市、台北市，我們都希望說這樣的進步是無極限的。所以我想要代表我們客國的政府、客國的人民，來非常感謝台南市市長以及台南市的人民。我們希望說，因為這樣的締盟，我們可以共同的成長，而且這個成長是能實際上從我們的各個層面所看到的。會中黃市長嘛向着兩國的大使范東亞甲着陶令文表達感謝，在兩位大使的協助下，促成這間的締盟，嘛讓兩市有緣來作為姊妹市。台南新聞綜合報道。台灣工藝之家以及無形文化資產插銷年變俗技藝保存者葉志成，甲以35檔創作生涯的精華作品，送到台南文化中心第一雞籠來做展出。中華田中窯窯主葉志成是台灣工藝聯盟總會長、台灣頂級工藝協會創會理事長、中華縣陶藝協會創會理事長，同時嘛是文化部台灣工藝之家以及無形文化資產柴燒泥變塑技藝保存者，將數陶藝創作超過35檔。這次來到台南文化中心展出，真濟藝文界大師也攏前來祝賀。文化資源司司長陳修成也特別到場致意。葉老師其實剛當上我們那個工藝聯盟的總會長，然後他也是我們無形文化資產泥邊塑的一個技藝保存者。那我剛剛走了一遍，看老師的一個作品，不管是泥邊塑也好，或立體的一個陶的雕塑也好，或是我們後面看到這些人物的一個雕塑，其實老師的整個技藝其實都非常的純熟，其實都已經到達一定的境界。然後我想在整個中部的柴燒也好，或是整個陶作的一個技藝創作者，其實都是佼佼者。燃泥紙是藝術家葉志成創作生涯的回顧，也是一場對着工藝精神的書寫和致敬。展出作品涵蓋柴燒、泥邊以及油滴天幕等技藝，展現葉志成在陶藝美學精神。
我的作品大概有66件的作品在这邊台南文化中心一個展出。那作品包含了我的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者的創作品，那都是這2年的一個新作。那主要是以泥邊、柴燒跟塑為方向。那我們就把以傳統的一個蟹籃呢編織成我們的陶藝的造型。所以說陶藝呢，它本身就是一個大自然的模仿師。所以說它可以模仿任何的一個像金屬的啦，或木質的啦，或者是編織的。那這次主要是以編織系列。那編織系列當中，我們可以用3種燒法。第一個是柴燒，第二個是電燒，第3個是瓦斯燒。那可以看到我們的作品當中有很多的層次的變化。那編織當中有螃蟹在上面，其實這是我一個從小一個成長過程我所聽到的、看到的、摸到的，變成我的創作題材。陶藝甲夜節性的展覽，目前在台南文化中心2樓第1藝廊展出當中，展期到11月底，喜愛陶藝創作的朋友，千萬唔通錯過這場大書記的展覽。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安平文殊殿慶讚丁蘭堂30周年了境，真久無出門的太子爺擔任神通歌，坐上有50多棟歷史的傳統四連橋，除了邀請各式學生來講橋，也閣一路發送糖仔餅給小朋友。主橋是由日報李所王坐鎮，手頭也閣戴着一塊手錶，相當特別。自透早，儕各式學生佇咧文殊殿頭前聚集，看起來特別歡喜，因為要來幫太子爺講橋。我第一次看，我想要測試一下我的力氣。根據的了解，較早新民出門，攏是一頂大橋加一頂細頂的四連橋，也毋過時代佇咧變遷，新陣攏是坐佇咧同一頂橋。這屆文殊殿為着慶讚丁蘭堂30周年了境，請出有50多棟歷史的傳統四連橋，出動開機太子爺副駕擔任神通歌，同時開放予各式學生來講橋，象徵民俗文化世代傳承。隨着少子化其實家裡面的長輩也不喜歡孩子出來當8+9了，應該講白一點就這樣子。所以我們這種比較傳統的這種四連橋，就已經大概30年沒有出去了。那這次呢，我們徵得很多家長的同意。太子爺也閣沿路發送糖仔餅，予小朋友提轉去保平安。此外，文殊殿的主橋是由日報李所王坐鎮，倒手邊戴着一塊手錶，引人注目。廟方講，這支手錶原本是早期機身辦事的時陣摕落來的，掛上更新了後，自然就變成伊的。相傳甲丁蘭堂的反覆千歲是師徒關係。進前就捌也過一屆20周年慶啦，我想講過10檔到啊，我算基囝啦。就是經過李所王的指教，安尼。繞境大殿對境主西涼殿出發，關聖帝君拍頭陣，總共12間交誼景出橋出頂頭，予安平市區熱烈光顧。暗時安坐完滿了後，還閣有煙火秀。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即馬會庫正咧欠貨，一間建設公司特別發起關會活動，號召民眾來關會。正前的風颱加上氣候變冷，嘉南地區欠火嚴重，尤其是 B 型甲 O 型2種火型，甚至無夠7天安全庫存。東業開發建設公司發揮企業社會責任，出錢出力邀請親友共同響應關會救人活動。議員陳怡貞、曾之杰、李中廷、周立京、林冠維、蔡宗豪，議員參選人陳冠宇也攏到場讚聲，號召民眾做伙關烈火。東業開發建設。今天非常開心是我們東業開發建設所號召第4年的這個東業情捐血星的這個捐血活動。那很感謝我們的葉董事長帶領所有的志工團隊那不僅募集了很多的物資，還有基金以外而且更募集了很多的人親朋好友，還有包括慢壘的隊員都一起來捐血。謝謝我們的葉董事長的愛心。那也包括廷飛委員怡貞，還有之杰議員，還有我們的冠玉，還有蔡宗豪議員、李宗成議員、周立金議員、林冠偉議員，還有周奕奇議員，我們都一起共襄盛舉這個活動，也期待每一年都能夠繼續辦下去，而且希望能夠更多的好朋友都能夠熱血一起來捐血。呼籲大家可以來捐血。為感謝到場支持的烈火民眾，東業開發也準備了禮券、
滴雞精以及優質無毒雞卵，感謝大家熱血奉獻。電視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日本超人氣物件品牌持續推廣動物賓館議題，佇咧台南水高社文化園區連續2天舉辦音樂節，結合音樂表演市集。活動頭一天就吸引超過3000位民眾，帶着家己厝內的寵物來參加。以毛孩為主角的滾草皮音樂季在台南水交社文化園區連2天登場。現場除了提供免費寵物義診和浪浪認養服務，還可以帶着寵物一起乘坐摩天輪。旁邊人寵共享的市集攤位，不只提供好吃好喝的人氣美食，主子們的吃喝玩樂、手作小物也應有盡有，吸引不少民眾帶着自家的貓狗前來。讓他們也可以交朋友，這樣，然後我們大人也有的吃有的逛，我覺得蠻友善的。因為有些地方也不太適合帶寵物出門，剛好有這個活動，大家可以一起交流一下，可以讓大家知道寵物不管在食衣住行、交通上面，它其實都可以跟人享有共同的權利。毛孩的數量已經超過15歲以下小孩的數目，所以這種跟毛孩同樂的活動其實蠻受歡迎的。這場活動由日本超人氣眼鏡品牌所主辦，長期投入動物平權以及永續理念。今年5月才剛和台南市政府合辦首場市集，11月又擴大規模，音樂表演卡司升級。鼓鼓呂思緯、蕭秉治合體帶來多首經典歌曲，粉絲尖叫聲不斷。這回邀請近10組藝人來開唱，市長黃偉哲也2度來參加，與毛孩們互動，代表市府對人寵友善城市的支持。我們非常感謝Jeans 能夠帶給毛小孩愛和希望，帶給台南歡樂。你看現場人山人海那麼多，活動兼具娛樂性與社會意義。希望替台南市民和毛孩家庭帶來歡樂的假期。記者蘇懷談的報道。感謝你收看11月17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楊蘇懷，咱再會。隨時注意氣象報告，了解颱風的最新動態，避免出門。家裡可以事先準備3日份的食物、飲用水、簡易的急救藥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進室內或者是加強固定。一旦發生災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員的指揮進行撤離。準備好緊急避難包，當災害來臨時才不會手忙腳亂哦。提早做準備，颱風來襲也能從容應對。請你跟我這樣做：1、2、3、4、5、6、7、8。2、3、4、5、6、7、8。3、2、3、4、5、6。同樣的事一直重複做，身體會產生記憶，成為習慣哦。7、8。我也快快不去了。我不要得肠病毒，环境沒有消毒，可能會傳染腸病毒哦。我不要得腸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換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會傳染腸病毒給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腸病毒，老師說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衛生，腸病毒遠離我。在職業生涯馬拉松的比賽，照顧囡仔是大人，甲繼續做工課的雙重壓力，就親像拄到真唔好的天氣。不要緊，補給站就佇咧頭前，對外口減負擔。
對內底補資源。社福職場系統優化，顧老搖囡仔同齊來做，隨時予你有夠力的資源，讓女性甲中高齡者有實力